来好，咱今仔来看新的台湾。地球的构造跟摆放一种。咱因为讲过，咱地球有外部的力量，这个 internal force， 跟内部的力量，internal force。外部的力量就是咱以前讲的，伫外口的 water、air， 以前 river 啊。seaways 啊 ，wind 啊，一寡物件，去拖地球的外口。咱即摆内部的迄个 internal force， 就是各种物件用。咱要讲清是哪个了解伊的构造，地球的构造。所以咱这粒地球内底到底有啥物物件？这粒地球伊的半径差不多6000几公里，咱会当正偌轻？咱竟然正偌轻？这6000几公里，咱敢若会当正差不多10几公里？你若这6000，照比例来讲吼，这粒地球我整个10几公里，可能还无这条分边画这条线。你若用家人来看吼，伊比人头壳薄，咱人为当正过。所以咱要怎知影伊内底有啥物件？袂当直接正过看。依照有个社会讲，你也会当甲地球正扛过，安尼偌好诶，后面坐飞机啊，你只写一口井啊，写一个牌啊，往美国，你要依口井啊跳落，你就一直写，愈写愈紧嘛，写上紧诶所在做，加速度。这加速度一直加速的嘛，因为到地心上紧，来愈慢，会刹车，因为加速度变反向来，用质量地心。你若无讨论阻力，你拄啊刹这个停口，拄啊停落来，停落来你若无赶快看出那个边，你个想的力量，你就底下来回震荡。来这是幻想的啊，讲那。正袂过，咱敢正10几公里尔，你讲算互你正过，你要用啥物件去做伊的壁，拢油伊啊，内底温度足悬，拢油伊啊。所以咱要知伊内底有啥物件，该利用啥物？咱利用咱的地动，咱用咱的地动。你有法来讲，你家己地动的时阵，摇的方向。然后问题你是安尼左右摇啊，上下摇，还是都有，好像都有哦。有时候左右，有时候上下。一个地震波发生，这个所在发生，伊的波传出去很复杂的，它有分 S 波、P 波、L 波，对哦，就是横波跟纵波的差异。所以气体传过时阵，伊拄着无同的迄个状态，像讲液体啊、液态啊、固态，拄着不同的密度，伊的速率就会改变。3种不同的波，有的穿不过去，有的会变慢，有的速度不会变，所以会变做讲到你的所在时阵。时间差，所以有当时也左右放一放之后，过一会儿就变成上下放。这2种不同的波，我们人类，我们科学家可是从各个地方的侦测站去分析，然后去了解伊去摇，根据伊的状态，伊个密度，
去要讲这可能是啥物物质，所以伊把地球内部经过伊的组成物质分为三层，第一层就是上外口的地壳、地壳 crust， 这个壳啦、果皮的这个东西，水果的果皮壳啦外，内底像迄种人安尼，这叫做地层，上面地。内底这个地核心为core，咱讲几核心CPU 的几核心、4核心、6核心，电脑的这个core的 CPU， 这个 between crust and the core， we call 地下，叫 mantle。mantle 有那个布幔的意思所以有咧册它翻成地幔那一般的标准翻译就是地毯。这三层是经过啥物？甲分做第三层。我甲你讲你也知影，咱每一种分类拢有伊分类经过啥物？伊分类对个经过的因素，迄个组成物质的性质。跟它组成物质的性质，去甲分做第三层。这搭这无共那个是，你讲，你三层外高，内面唔免记个上侪数字，地壳差不多30公里的平均的高度。对这6000几根本是无保安的，这几两壳啊保，但遮尔保的物件，我来你讲，咱敢若算10几公里尔。当然地壳有较保的所在，咱有可能算会下，因为伊平均30，有的5到10，有的40几、40、50，这是伊的平均的高度尔。这地壳，伊差不多6000的是大概过3000，所以比一半搁加一丝就3000几。这地壳地核，伊拄仔比3000搁减丝将近要3000较袂到，所以若有这个概念，就会当。后边伊一半较低啦，伊一半搁较少，这基本恢复不到。往后面电力的，另外有一种分层，就是划分这要求圈跟扔流圈、延时圈，软流圈。延时圈的平均的高度。贵港炮省台100公里，来，咱评估上面有这个这一组成成分因为这两层呢，根据上状态，延时圈型顶空口的。完全没有可塑性，硬邦邦的，所以它叫延时圈。你慢慢卖甲软流圈上做上水安尼，但是伊有可塑性，就是伊毋是顶空空拢袂当改变。所以延时圈，咱即个就是讲板块运动，延时圈的范围就这班的。plane 的范围，所以延时圈你若对照到头前，延时圈里面包括全部的地壳，但是唔啦地壳尔，伊阁包括哪
上外口的地下，是唔安尼？所以，会了岩石圈是包括全部的地壳，甲上外口的地下，咱讲上部地毯啊，外部地毯。软流圈差不多150，软流圈差不多150。软流圈就是全部拢伫地毯内底啊。但是岩石圈加软流圈嘛，250至300尔，这对地球整个地球的6000几个半径来讲，嘛是外口无过的一层。但这外口无过的一层，咱特别拿出来讲，就是因为伊是板块运动主要发生的原因。就是软流圈载着板块，载着岩石圈的板块，比较刷微。造成这种，造成什么呢？造成咱161页下骹，你看到咱的板块分布图，咱的全部的地球的岩石圈毋是一大片拢规地，咱去做7块大的板地，7块大的 plate， 甲20-30块小地 plate。你拄仔日这个板块边界会发生什么代志？因为软流圈会在这板地做相对运动，所以咱板块和板块之间会发生什么物件呢？好啊，刚发现一件代志。咱甲全世界、全部地球会发生地动的所点，发生过地动的点出来，结果大部分的地动拢发生伫板地的交接的所在 ，plate boundary， 这代表啥？代表你选你单纯。发生啥？就发生地动啊，就发生地动，所以咱的板块有2种状况，也有3种啊。一种是分开，有一分开，一种分开的 divergent。另外一种就是符合聚合，你看伊有人讲诚简单，小标自身拢共款啦，分开这种，后标共款啦，后面的字根 divergent， 这个是分开，这个是有啊，这个有一种。错动我袂晓讲，科本有讲错动，因为错动较少啦。咱分离聚合，咱台湾拄仔很幸运的，我们处在 convergent plate boundary 聚合性板块的交界带，所以咱注行3不5时。就安尼摇来摇去，会地动，足多。有所在一世人会地动，你像迄香港的，伊毋捌地动哦，所以地若在台湾好运拄着地动吼，惊到要死。咱毋是啊，咱为细汉就安尼摇来摇去啊，所以咱摇的时阵也袂感觉安怎啊。毋捌地动过，就惊着啊。所以，这板块分离咱举例会发生啥？什么会地动？因为一分离，下块岩浆就会冒出来，下块岩浆冒出来，就会发生火山。
火山因它伫大洋中间，这个火山的形成中央极。啊，伫陆地就变这里，就是讲中央极冒出海面，形成冰岛这个国家。冰岛上就有它的东西两边中间就有裂纹，哦，这个分离板块。啊，咱的 convergent land boundary 这个愈老咧，因为咱的火山哦，但这两个火山无共伫咧对，你若分离板块岩灰刷就是比较岩浆把它冒出来，有了很多的岩浆就流出来。聚合性板块的火山是伊是安怎？伊板块聚合哦，是旧的板块被压到下面之后溶掉了，溶掉之后它的岩浆再从这个板块上面去撞出来形成火山。所以这种聚合性板块的火山哦，除了岩浆之外，它还有一种火山灰。所以你火山如果喷岩浆还会冒出火山灰的，你这种聚合性板块的火山才会发生。张裂性板块的火山只会有岩浆流出来而已。好，除此之外，一类形成造山运动。落山啦吼，所以咱的中央山脉就安尼来的。咱台湾就是欧亚板地、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带，所以咱形成咱的中央山脉。咱的中央山脉它这么细则，咱世界有名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这种是聚合性板块的造山运动形成的。来，还会形成什么？海高。世界上新的海高，对不对？有听过无？伫日本边啊，马里亚纳海沟外深1万几公尺。喜马拉雅山圣母峰嘛8千几名，用迄群海沟拢群咧。世界上深的海沟，咱人类敢有去过了？有哦，但是就到尔。第一岛伫咧二次世界大战2战的时阵，美国人迄个探险家人一个分山，两个做一台细只的圆的，拄仔会当坐两个人的潜艇，贵军舰顶悬，坐咧潜艇一直沉落。迄阵咧造电技术拄仔潜艇，无讲像即摆安尼吼，所以沉落。迄水压不得了吼，失败的几率足悬，所以沉落时阵，伊唔敢甲新闻讲，我要做一件代志，因为安怎？若失败就变失败等于甲迄潜艇当做观察两个，就做伙带到海底啊。结果伊探袂沉到底吼，因外口的玻璃。相站的，外口站已经开始闭开啊！伊迄阵会当选择讲我要继续沉落，还是赶紧？结果伊迄阵决定继续沉，将伊沉到底啊，安全沉到底，看到啥？啥物都无，敢若扬起那个。几十亿年来，没有人给它扬起过的海底层，因为那边连生物都没有，没有阳光嘛。因为上面有无？迄若规个拢选少啊！你讲，那即摆去两道尔，为啥物拢无？所以起来了后，无人搁落去啦，一直到。前一站啊，像跟了一样的《星际大战》的导演卢卡斯，
他很喜欢冒险，伊个做好囝，所以伊家己去定一艘迄个潜艇过去。当然，即摆技术该全无得比啦，即摆就是做安全啊，去第二岛，所以咱人类热即两岛。这导演都感慨讲，咱人类一直往外星去探险，但是咱对咱家己的地球，这个上深的所在，咱拄仔去过两岛，感觉拢无啥物兴趣，伊嘛都感慨。啊，这拄仔教咱拢一直学外国话吼，学英语，咱对咱家己的语言拢无啥物兴趣，少讲。我讲过啦，这个下骹无啥物件嘛，所以大家都无兴趣嘛。当然，咱人类想要来挣10几公里，挣你涂骹是要涂骹，毋是无代无志挣涂呢。啊，你啊遮无聊，爱去乌涂要涂骹，去挣空你就是地鼠，一定有好物件嘛，啥物好物件？啊，无个乌石油啊。啊，无个乌选石、乌黄金、乌金属矿啊、采矿啊、煤矿啊，它也把矿坑钻那么深啊。我们往地里钻那么深，就为这个。啊，那一钻深要成本啊，那个大业采矿刚有何标成本啊来比较。好，所以咱的观点啊，咱讲。迄种boundary，plate boundary， 就迄种各种的现象。好，来，今仔是讲安怎？